老大人因为功能退化，一旦交通事故总是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台南市政府甲交通部合作，透过一批训练有素的女老师，7月份将巡回台南32个里办理64种的个人交通安全宣导，来提醒老大人正确的用路知识。受交通部补助105万，那我们会针对32里，那每1里办2场，总共有64场的这个高龄宣导的活动。那特别结合陆老师，所以我们也结合民政、社政等相关系统，在他们相关的这个高龄的这些乐龄活动的同时，邀请陆老师来做交通安全的宣讲。那我想会透过生动活泼的宣讲来提升我们高龄长者的这个交通安全的意识。地处市长魏天嘛表示，爱结合民政、社政、公庙等管道，利用各种的机会，亲入社区来宣导，让邻里长或是邻里的老人会啦，尤其长寿会，他们出去外面旅游的时候，能够把这个交通安全能够记在心里在他们打开卡拉 OK 开始唱歌的之前，先看一下交通安全的短片，能让他们深植人心，能够内化成为他的行为，降低这个 A1 发生的几率。相信所有做事事拢希望长辈出入平安、吃饱哩，期待透过宣导，让每一位长辈拢平平安安。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